中华的丰苑最近是出现蚵仔病拢互厚厚的青苔砍掉的灾情，乡公所已经通报予中央，希望会当申请到天然灾害救助。不过，这寡农民嘛表示，敢若要请人拔一条蚵仔种，就要10外块，而且阁有其他哩哩扣扣的支出。若是补助有过，敢若一条是补助3块银，这根本就无够通贴成本。原本应该是 Q 搁青的蚵仔，即阵有5成拢是空壳。伊个空壳啥就是安尼啊，好无？嘿嘿，对，内底都是空的。中华丰苑乡的蚵仔去互满满的青苔砍掉的，互蚵仔无法度喘气，蚵仔农渔股大约有5成拢损失去。遮尼严重的灾情，目前也已经通报中央，希望启动补助机制。曾经吼，真正几百年来，毋捌即款吼施凿吼，即款青地有遮尼啊厉害吼，所以阮希望讲吼，发起伫中央的即个公文，中央会当尽速甲咱核定，会当核定补助，或者蚵农能够有一点点的，会当有一点生计这样子。蚵农表示，请人拔蚵种一条就要10外块。阁无算蚵起仔加时间、人力的成本，准讲补助若通过，一条蚵条嘛才补助3块，连成本都无够。希望政府可能加补助一寡，较有合情啊！莫讲一条补助1、2块，阮都无够成本，补助1、2块，哪有效？不无小补啦，只是说一个嘛是甲补一个安慰的啦。根本你的收成甲遐补起来是比例是差伤济啊啦。蚵仔农表示，饲蚵的成本逐年增加。即阵的天气阁接反常，看天食饭的蚵农，毋望政府会当加补助，莫互因规年的心血放水流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